感谢主会当伫南神的纪念主日有机会甲咱兄弟搁一遍来敬拜咱的上帝，也透过上帝话来思考咱的信仰。大先爱感谢咱富阳教会一直以来对伫咱神学教育的支持甲关心。相信恁所做的工，恁所奉的金钱，要成做主圣工的路用，也要纪念咱大家的付出。今日也特别用传教地基这个题目，甲咱做伙来分享信息。伫分享的大先，邀请咱一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互阮有机会来认捌你，也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阮的心，启示阮头前的道路，成做你所欢喜的学生。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马太福音的内面，只要讲到伫山顶的教导，也是耶稣要互伊的学生，常常拢有真重要的信息。虽然这个山无被提出着什么款的名，总是咱也对马太福音内底真侪所在来看见，这个内容对伫这个学生拢有真大的教导甲意义。今日伫咱所读的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这是咱伫教会传统上被称作是这个大使命。特别伫19节，伊有讲到讲，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伫马可福音，如果咱来看中国福音内底，伫马可福音的记载，伊记载讲，恁去普天下传福音，互万百姓。如果要来看路加的记载，伊是记载伫即个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7节到第8节，伊讲，爸用家己的权柄来决定时间甲机会，毋是恁通知的，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对伫耶稣互学生的命令，这三卷的福音书的记载，看起来虽然有无啥共款，总是如果咱来对照这三段的经文，来了解到主耶稣互学生的使命。虽然无共的作者有无共福音书的内容，毋过其实伫这个文字的表达，咱互咱看见到有共款的精神，也来帮助咱去整合出几点重要而且是共同的信息。第一就是去普天下传福音，学生的使命就是去普天下传福音。总是咱来先来思考的是，对咱来讲，哪落是普天下？当然有可能通解说成做讲只要咱有法度去的所在嘛吼。譬如讲今仔日你要来到教会，你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有的人是骑机车，有的人搭脚踏车，敢有人坐飞机来。但是坐飞机可能要前一天啦吼。对国外，你要转来到台湾的时阵，也是讲咱讲咱要对台湾去到国外什么款的所在？这个普天下，咱的概念是啥？有当时是咱有法度去到迄个所在的时阵，迄个所在对咱来讲就是普天下嘛。不过咱也来看伫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章的第8节的记载，伊讲，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伫这段经文内底咱通详细来想，就是讲，其实耶稣伊有指出3个方向来帮助咱去来定义这个什么叫做普天下。第一，咱讲耶路撒冷变犹太，这就是如果咱来看，就是犹太人因所徛起的所在。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如果对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用家己的本族来传福音嘛，来为主做见证。第二，耶稣讲，你嘛爱去撒玛利亚。如果咱讲到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咱会当透过一个例来说明吼。这是伫约翰的第4章第6节到第9节。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讲
当耶稣伊要去往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讨水啉的时阵，这个妇人人伊甲耶稣安怎讲？伊讲：你是犹太人，他会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来讨水啉啊？伊讲原来啊，这个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有往来啊。这就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啊，因无有得往来。总是耶稣伊甲学生讲，你嘛爱去甲即种的人、即款的人做见证，也是讲传福音。第三，伊最后伊讲，直到地极。啊，过去我其实对伫即个地极，嘛有共款的疑问，就是讲，即个感觉甲普天的是一个咱讲无啥清楚的概念。什么叫做地极？然后有一遍我伫一部电影内面吼，这部电影叫做《消失的地球军团》吼，《消失的地球军团》。我发现讲，嘛有可能会当对伫即个罗马人的角度来去理解什么叫做地极。伫罗马的历史会记录中间，因有一只非常咱讲历史性也讲传奇性的军队叫做地球军团。这个军团照因的记载是对非洲拍到这个日耳曼吼，总是真奇怪是，当这只咱讲百战百胜的军团吼，去到伫帝国伊所指派要去苏格兰迄个所在，要征服迄个所在的居民的时阵，却伫迄个时阵来消失。这就是主后110年到120年中间所发生的代志。所以无论到伫任何即马现有的即个文献，拢找无即个军团到底走去倒位去。所以到这为止，就是即个史料顶面所记载的内容。总是后壁即个电影的编剧吼，伊就照即个历史的事实，然后甲文献来写出着这部电影的剧本。即个故事是咧讲，伫主后的140年，就是即个地球军团因消失，大约伫苏格兰关地迄个所在消失大约20几冬了后，有一个少年的秘书长叫做马克思。马克思是啥物人？就是伊的老爸是当时地球军团的指挥官，所以伊伫伊大汉的过程中间，就是会去互咱讲侮辱，就是讲你的老爸甲咱写咱罗马军团的民主啦，特别是迄个罗马军团上顶迄个荣耀的军徽吼，去互无去啊。所以为着恢复因老爸的声誉，嘛要找倒来迄个象征着罗马军团荣耀的迄个军徽，所以决定去到即个帝国的边界当因行到即个边界的时阵，就士兵来问因讲，伊讲，搁过去迄个所在就非常的危险，因为连即个罗马帝国上英勇的军队嘛无法度征服，所以迄个所在被因称作是 the end of the world。所以 the end of the world 对咱的中文来翻译就是即个地极啊。当即个所在是罗马军队、罗马帝国拢无法度到的所在，就被称作是 the end of the world。所以如果将即个字放伫伊当时的背景来理解，即个地极可能就是代表着因无法度去征服的所在。所以其实安尼来看，对伫咱每一个人来讲，即个地极拢有可能存在着无共款的意义。迄个所在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你可能无法度踏过去的所在，或者是你心内感觉无可能过会去的所在。咱来想的是，每一个人可能拢有无共款，咱讲传福音的地极啊。有的人的地极是伊的亲人，迄个每一个甲伊住做伙，每一个甲伊生活做伙的亲人，是伊无法度踏过去的地极。因为如果要请伊邀请朋友，请伊邀请同事来到教会，
对伊来讲真简单，会当讲出嘴。总是如果要请伊邀请伊的亲人，对伊来讲有真大的困难度。伊的亲人就正做伊传福音的地基，就是伊无法度踏出迄一步的所在。当然，如果咱要按照圣经的即个字面吼，其实咱嘛真困难讲去照耶稣的命令来做。比如我现场问一个问题，咱敢有人去甲撒玛利亚人传过福音，你无请举手？你拢无吼？耶稣讲的呢，去甲撒玛利亚人做见证啊。所以，咱其实是通对伫学生接受到耶稣的命令，这个命令所产生出来的意义，来去理解到耶稣要对伊的学生，包括咱遮所有归伫伊名下面的学生，伊所命令咱去传，要去做见证的对象。第一，咱讲耶路撒冷变犹太，就是咱家己的族群，咱所徛起的国家，以及咱家己所大的社区。然后撒玛利亚就代表迄个甲你关系无好，你生活中的对敌，也是讲迄个人是对你有敌意，互你感觉你甲伊的统是无啥会合的人。最后就是去到咱家己的地基，这个地基就是伫咱伫心理上无法度突破的所在。有时阵是你家己的人，有家己的亲人，嘛有时阵是咱的同事朋友。有个人去到公司，伊无拄拄歹势，伊无拄拄讲吼，伊来讲，互伊的同事知影讲伊是基督徒呢。所以有当时食饭祈祷是拢祈祷足紧的安尼足紧的就是讲足惊去互发现讲伊是基督徒总是每一个人伫咱的心理上，拢有迄个无法度突破的所在。所以第一点是去普天的传福音第二点，对伫经文咱也通了解，就是上帝时刻在掌管。当咱要去完成传福音的使命的时阵，请咱会记得上帝伊时刻在掌管。伫马太，咱拄则开始所读的28章的18、19、19节，伊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的权柄拢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门徒，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特别，咱若搁继续来看即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伊嘛写讲，爸用家己的权柄来决定时间甲机会，毋是恁通知的。伫遮清楚来提着讲，上帝有伊家己的时间，嘛无一定是咱所知的时间。我想咱在座的兄弟，咱每一个人去受到感动。你决定要来成做一个基督徒，决定要来成做耶稣的门徒学生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时间点。有可能平拢是自细汉就来到伫教会参加主日学、参加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社青团契、服务的团契等等。总是有个人，伊可能自细汉。伊就坚定伊的心志来持守这个信仰。总是有个人，伊可能是等到伊大汉大学的时期，伊出入到伫别间的教会，出入到伫无同款的教会时阵，伊开始去学习怎样热心伫教会服侍顶面。有个人是出社会以后，可能伊的生活较稳定了后，然后伊才开始来参与到教会的活动。有个人颠倒是建立家庭，当伊有囡仔时阵，然后带伊的囡仔来主日学，伊开始参与伫主日学，囡仔慢慢大汉，囡仔去青年团契，伊就去做青年团契的辅导，敢有即种的，嘛是有啦就是讲，伫无共款的时期，上帝互因去感动着，伊要
这个时阵开始要成做耶稣的学生。所以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拢有伊家己所定的时间，拢有伊所定的机会。所以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其实咱嘛需要有安尼的认捌。就是有时阵咱可能是即个咱讲夜景的角色，就是咱将福音的种子去野去着咱所传的对象。毋过有可能伊是需要一段时间，互即个种子安怎慢慢来布养。所以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你可能会感觉讲，即个果效毋是随时就来产生，需要时间来布养。咱若来看耶稣伊咧讲伫马太内面，伊咧讲夜景的比喻的时阵，伊讲有诶会伫路边，有诶伫石头内，有诶伫刺皮的内面。无拄拄安怎，拢会落伫好土的内面；无拄拄拢会收成百倍。总是有当时，咱的角色是迄个收割的人，就是讲，伫过去，别人一定替咱即个所设定的对象来野过种子。所以当咱传福音互伊的时阵，即个人对咱所做的见证。伊有真正面的回应，互咱感觉到，即届传福音该有果效哦。虽讲可能是同款的内容，总是有个人伊听着无感动，有个人伊听着就非常的感动吼。伫过去我伫教会时阵参与一个社青，伊来教会即个福音的主日。后来福音主日结束了后，伊就来找我替伊祈祷。然后伫即个爱餐的时间，伊特别过来找我开讲。后来我才知影讲，伊是透过小组的邀请来到伫教会。伊甲我分享讲，伊过去讲足严重的即个躁郁症，总是来到教会以后，伊发现讲，慢慢伊的身体的状况有改变，情绪嘛有真好的控制，也开始互伊伫工作上。有真袂歹的表现，伊甲我讲，伊真嘛会当洗礼，总是伊有一个挂虑，就是伊感觉讲，伊的爸母一定会反对伊的爸母一定会反对。后来我甲伊分享讲，敢讲你厝内人看袂到你会改变吗？你会当颠倒头来回过去想讲，即个信仰如果遮尔宝贝，也来互你改变你的生命时阵。你毋是颠倒应该爱介绍互你的爸母来知，你就是因为信耶稣，你的生命才有得到真大的改变。无偌久，即个兄弟就接受洗礼，然后迄个小组长有一日来甲我讲，牧师即个兄弟阮是真正有喙讲甲无烂伊毋肯洗礼就是毋肯洗礼，哪会甲你讲的了后，伊就决定要洗礼？我讲这是上帝咧做工第一。伊若无恁的陪伴，伊要安怎去认捌即个信仰？若无恁去积极来邀请伊参加咱的福音的主日，伊哪法度去听到迄日的信息是啥？所以只不过是头前有人咧夜景，然后即个种子慢慢咧布养，咱才有机会通来收割，敢毋是？咱有可能去面对着。无共款的可能性甲结果，总是咱咧思考的是，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耶稣对咱的期待是啥物？其实对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伊就讲出着耶稣对着咱的期待，特别第20节的后壁面，伊讲：既然我所命令你的，着驾驶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如果咱来详细看这段经文，其实做学生的责任是啥？学生的责任只是去传讲上帝的话，就是互咱所设定的对象有机会去听到上帝的福音。主耶稣讲，就安尼，伊常常甲咱伫地，后壁的代志交互上帝。咱学生所做的，只是去。将耶稣吩咐予咱的，去互因来了解。
咱知咱台南市若到伫拜六礼拜哦，观光客是叉叉叉，为虾米啊？足侪人来到台南，就是要食足侪，咱讲小吃嘛，对无吼？像我家己，我对伫凤山，然后搬到伫台南，一定要有10天的时间。到伫即摆，我嘛毋是全部店拢有食过啦吼。因为像迄牛肉汤，就几若间啊吼，碗粿，碗粿嘛几若间，有个人咧讲碗粿，讲足好食，碗粿我嘛到即摆嘛毋知影讲迄间店即摆迄间店开伫地啦吼。所以，若是要叫你推荐一间牛肉汤，你会推荐倒一间牛肉汤？啊，我无爱插我呢，我无咧啉牛肉汤的哦。什么路啊？你知影牛肉汤较有名的什么路？国华街哦。哈？对啊。哦，东宁路哦，崇明路哦，所以其实，当我的朋友，伊知我住伫台南嘛吼，伊若要来台南佚佗的时阵，一定会问我讲，台南有啥物好食的？吼，会当介绍互因吼。我想，这个答案吼，可能就是甲拄仔共款吼。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答案嘛吼。总是我咧想的，就是讲，当咱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时阵，其中对我来讲有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吼，我咧回答的时阵，一定会去考虑讲，我家己有去食过这间店无啦，对吧？你拄仔甲我讲的，敢会你无食过？大部分咱若要介绍互人的，咱照你讲是咱家己爱去食过吼，咱较会介绍互人嘛吼。所以，因为像我毋是伫台南大汉的，所以我若无食过，我就毋敢凊彩介绍我的朋友吼。总是你若有食过，然后你也感觉讲，这是真好食，会食物的时阵，我想咱应该拢袂讲歹势去介绍互你的朋友嘛，对无？哦，你若甲介绍，伊若无去食，迄是安怎？伊的损失还是你的损失？伊的损失啦，对无？当然嘛有可能是物件伤济，无可能讲一摆当食会了啦吼。所以，当咱咧介绍互伊的迄个心，就是讲，咱袂讲咱家己去想讲，伊就无去食，尾伊若走，等于比如讲伊等于台北，等于台中，咱问讲，我甲你介绍你有食几间哦？伊讲即届敢若咱食几间店尔，真可惜吼，特别有啥物时期吼，像即马最近我咧看啥物迄个润饼糕吼，佫有。讲敢若卖到当时呢，清明节的时阵就无卖安尼吼，所以即摆你若看去菜市仔，足侪咧卖润饼糕的，有诶原本毋是咧卖润饼糕的，即摆咱卖润饼糕，若时期过去，就开始咧，譬如讲原本咧卖面的，就继续卖面，迄个清明节前后就开始卖润饼糕，安尼，足侪咧卖润饼糕的啦吼，你拢家己搞的，举手者，家己搞的。较少哦，你拢用买的举手。我想讲你拢无人咧食润饼糕款，有啦吼。所以即个食物咱要介绍互人的时阵，咱拢袂歹势吼，因为无食是伊的损失嘛，对无？所以要邀请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敢会歹势将福音传互咱的朋友，还是讲咱四周围的人啊？种当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咱是啥物款的心情咧看待对方的回应？我想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咱的心态应该是，咱将即个真好的物件要来介绍互咱的朋友，介绍互咱的同事，而且这毋单是好尔呢，这是上好的礼物。对伊来讲，伊若去领受到，对伊的性命来看，这是一个上好的礼物。毋过有时阵，咱介先。伫心理上会去感觉到歹势，就是安怎？足惊互人拒绝，有无？咱想看觅，咱是毋是安尼？所以总是，如果咱的心想咧介绍好食的物件、上好的物件，互咱的朋友时阵，如果伊来拒绝，我想咱的心内只是会想到讲真可惜遮尔好的物件，伊竟然无去接受。
所以毋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也搁一摆来帮助咱来思考的是：如果主已经应允要甲咱同在，咱应该要学习来突破着咱即马家己所认为的即个地级，也将即份上好的礼物，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去传予主所爱咱要去传的所在。当然，伫即个咱讲大使命的基础的中间，台南新学院嘛是应着咱教会正教会需要，来培育着教会台湾教会的服侍者，无论伫神学还是讲社工、教会音乐，这150年来也已经培育一代搁一代主所要使用的工人。接下来要有一段时间来邀请咱来看神学院所准备的影片。互咱的兄弟嘛来了解到台南新学院的近况，也邀请咱持续来关心甲支持。咱请咱的同工放即个咱新学院所准备的影片。兄弟姊妹，以及关心台南新学院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台南新学院对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几档，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互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成做一个培养传教者甲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嘛毋忘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支持、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我想伫咱的手头拢有摕到新学院的奉献地吼，伫后壁嘛有一寡特别的奉献的项目吼，邀请咱的兄弟照着咱的感动持续来为着新学院来关心也参与伫即个重要的神学教育的事工的顶面，咱搁一面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竞选，互阮有机会来成做你的学生，也借着今仔日的经文，搁一遍来成做阮的提醒。应该来遵守你的命令，互万百姓来做你的门徒。
也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伫每一天，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学校、伫阮的工作的职场中间，来为着主做好的干净，想使阮有智慧、有勇气来面对着阮所面临的挑战。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